哥斯拉出沒注意，哥斯拉出沒注意，我哋又要解 quadratic equation 啦。咁不過今次係用呢個 quadratic formula 去解嘅，即係二次公式。二次公式咧就好似一隻哥斯拉咁樣，就非常之大嚿嘅，而且佢嘅出身咧係成謎嘅。嗱，我哋依家睇下呢個二次公式有幾哥斯拉啊？佢個內容係咁嘅。佢話咧，如果有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要排咗做 general form 啦 ，ax 二次加 bx 加 c 咧就零咁嘅樣啦。x 咧已經直接得出一個結論啦，唔需要再好似之前咁用唔同嘅方法計啦。x 嘅數值就係負 b 正負開方跟 b 二次減 4ac over 2a。咁佢話咧，你背咗佢咧，咁你直接就知道 x 嗰個答案啦噃。特別留意啦嚇，我哋只係代 a、b 同埋 c 嘅啫，即係代啲 coefficient 啲係數入去啊。x 咧嗰個 unknown 咧，我哋係唔會代嘅。好，呢度咧，我會證明一下咧，哥斯拉其實係點樣出嚟嘅。我知道好多日本嘅科學家都證明唔到嘅。嗱，我最終嘅目標咧，其實想係做到一稱嘅 x 嘅二次方咧，等於一個常數。跟住咧，我就可以用翻我哋嘅 taking square root 咧去解到 x 嘅啦。我個目標係咁樣嘅。咁我點樣可以將一個有二次方又有一次方嘅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搞到佢淨係得翻一個 x 咁嘅樣咧？咁睇住啦，相當之深嘅。首先咧，我將成條式除 a 變成咧 x 二次方加 b over a 嘅 x 加 c over a 等於0。嗱，你睇我寫到啲字咁細，就知道我要做好耐。好啦，然之後咧。最深係呢步，我哋見到呢個 b over ax 咧，我就專登砌一個叫做 b over 2a 嘅 square 俾佢。嗱，咁你無啦啦上面都冇呢嚿嘢嘅，咁你無啦啦加咗呢嚿嘢都唔得㗎，你唔可以改變佢數值㗎嘛。咁所以咧，加完佢之後咧，我又減翻㗎。以前我覺得讀數學最深就呢一步啦，有啲嘢跟住俾你慢慢做又好容易嘅，無中生有咧就好奇怪嘅，所以數學有陣時都涉及啲創造。好啦，嗱，讀過書嘅先識啊 ，x 二次加 b over ax 加 b over 2a 嘅二次方，其實咧正咧就係嗰個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嗰個樣嚟嘅。OK， 你諗下係咪2乘 x 乘以呢個 b over 2a 係咪可以得出翻中間嗰個 ？OK， 2乘 a 乘 b 得出翻中間嗰個。呢度個情況咧，俾我砌到一樣啦。所以咧，我突然間可以寫出一個結論咧，佢就係 a 加 b 嘅二次方，即係話咧呢一度其實就係 x 加 b over 2a 嘅二次方啊。咁呢度咧，我拆咗個頭三嚿變成呢個啦嚇。呢個咧我拆咗佢變成 b 二次 over 4a square， 跟住最尾咧就加翻呢個 a 分之 c 啦。咁但係咧，由於我想同佢做加減嘅關係咧，我通埋分母先。a 點樣變 4a 咧？就要乘多 4a 啦，係咪？4a 二次方。咁所以咧，上面咧我都要乘多 4a 啦，咁就 4ac 啦。OK， 通分母啫，我冇改變過佢數值嘅，繼續等於0啦。然之後咧，其實咧我就成功咗大半㗎啦，因為咧我已經見到有一嚿 x 喺度啦喎，有一嚿 x 嘅二次方喺度啦喎。另外咧呢邊係 constant 嘅，我擺埋個隔離啦，咁就變成 4a square 分之b 二次減 4ac，OK 負 b 二次抌個隔離裏邊正 b 二次啦，正 4ac 抌個隔離變負 4ac 啦。好啦，再嚟啦，我哋如果要做呢條數，我哋咪要左右做開方啦，係咪 ？taking square root， 咁所以咧。佢咧一係咧就係正嘅 b 二次減 4ac
正嘅。下低咧 taking square root 之後咧就係 2a 啊嘛，咁佢一係正啦，或者咧佢係負數嚟嘅，負數。唔得嗱，有做上一份功課嘅話都知道啦嚇。剔開方根之後咧，一係就有個正嘅，一係就有個負嘅咁樣。咁就望見家鄉啦。我只要咧將呢個正 b over 2a 揼埋個隔離咧就做完嘅喎。揼埋個隔離就係負 b 啦，係咪？咁啊份數加減一次過寫埋佢啦。over 2a 啊，或者負 b 咧就係減呢嚿嘢嘅。好啦，咁即係話咧 ，x 嘅數值咧其實係負 b 加開方根 over 2a， 或者負 b 減開方根 over 2a。OK， 一係咧就加，一係咧就減。另外咧個負 b over 2a 嗰個符號就一樣嘅。咁所以咧佢會將呢兩稱咁大嘅方程咧就夾翻埋做一個嚟寫嘅，就係負 b 正負，所以係有正有負嘅。負 b 正負開方根 b 2次減 4ac over 2a， 咁呢個哥斯拉就係咁樣誕生㗎啦。好，頭先我嘅聲音咧非常之凝重啊，我發覺咁啊，因為好驚計錯數啊，好專心咁計緊。咁啊，但係咧用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易用嘅。咁你只要背得翻個怪獸得㗎啦，就係 x 咧就係負 b 正負開方根 b 2次減 4ac over 2a。咁你識背呢個怪獸咧，咁其實咧一切就變得好普通嘅啫。咁譬如咧呢一條數咁啦 ，x 次減 4x 減5咧係0。咁究竟佢嘅答案係幾多咧？你咧識背識就得㗎啦。搞清楚 A、B、C 係咩先 ？A 咧就係第一個英文字嘅 coefficient， 冇嘢即係1啦。咁呢個就 A 啦。B 咧就係負4 ，C 咧就係負5。知道呢樣嘢，識辨認呢樣嘢之後咧，就代入去就得㗎啦。我哋將咧呢一啲叫 coefficient， 即係係數嘅東西咧，擺晒落條式度啊。x 等於負 b 正負開方間 b 2次，記住落括弧啊，好多人都唔落㗎。b 2次減 4ac over 2a， 嗱一定要跟翻晒啲符號啊，負4、負5跟翻晒佢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好俾心機咧，做咗上面嘅加減乘除數就得啦。負得正啦，梗係即係正4，咁啊正負啊，16加20，即係36。over 2a， 咦，原來一路都做錯咗嘅喎。啊，呢個 a 字唔係 a 嚟嘅，呢個 a 係1嚟嘅。2乘1嚟嘅，咁所以咧 x 咧就係4正負6 over 2啦。嗱，咁呢個符號啊，我哋應該點樣寫？點樣表達翻佢應有嗰兩個答案出嚟咧？就係佢一係就係加號嚟嘅，一係咧就係減號嚟嘅。加號同埋減號咧，我哋分別做兩條式，然之後咧撳機又好，自己做心算又好啦。4加6係10，10除2係5。咁啊，我話4減6係負2，負2除2咧係負1。OK， 咁就完啦。好嗱，上一個例子咧同呢個例子又有啲唔同啦。上一個例咧，你即使用計數機咧，你都可以直接計到個整數嘅答案。咁你計到整數答案，咪有答案分咯。咁你冇咗二次公式嗰個步驟分啫。咁但係咧，以呢條為例咧，你撳計數機都撳到核突數啊。所以咧，即使你用計數機撳完之後咧，你連答案分都冇嘅。佢答案要你用根式表示啊，要有個 cert 嘅。
咁所以咧，去到如果你見到個問題話要有準確值或者要有根式嘅話咧，你必須要咧用二次公式成條做晒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背一背個二次公式先啦。x 等於負 b 正負開方根 b 2減 4ac over 2a， 其中 a 嘅數值就係2， b 嘅數值係負10， c 嘅數值係正5。OK， 好啦，咁直接用就得噶啦吧嚇。x 等於負 b 正負開方根 b 2次減 4ac over 2a。OK， 嗱 a、b、c 嘅數值懟晒落去啦。心算負得正，即係正10，咁啊正負100減4乘2乘5，即係40，係嘛？4、5中20，20乘2係40，係啦，冇錯，即係呢個係開方60嚟嘅。咁就 over 4。嗱，你咁樣做答案咧，就攞唔足分嘅，因為開方60就有得約揀。咁開方60可以約成啲咩咧？咁阿 Stephen 有教過大家，我哋60咧可以將佢抽翻做一個4同埋一個15啦 ，over 4啦。咁即係話咧，開方60咧其實係2乘以開方15嚟嘅，15就冇得再抽啦，係咪？咁啊唔好再抽啦，停啦。好，咁望見家鄉啦，我哋咧見到呢一個數咧，我哋要識約揀。約揀咧，嗱，成個數咧喺我心目中咧就3個數字嘅，一個係10，一個係2乘開方5，一個係4。要約嘅話咧，一齊約，每樣嘢都除2，變成咩咧？每樣嘢都除2啊，變成咩咧？變成10咧就等於就約咗之後變咗5。2開方15咧，約咗個2咧就變成開方15，全部都除2啊。OK， 10除2變5， 2除2變1，即係唔使寫。最後4除2變咗2。咁呢個就答案啦。點解我唔需要好似上一條咁樣分開兩嚿嘢寫咧？變成呢個5加開方15 over 2，或者5減15 over 2咧？點解我唔需要寫成咁咧？因為咧，我即使寫成咁咧，我都冇辦法再化簡啊，係咪？5加開方15加唔埋噶嘛，5減15 over 15加唔埋，冇得化簡，冇得化簡咁，不如咧就慳翻，係嘛？寫咗又冇得化簡，唔寫又冇得化簡，咁咪唔寫咯。嗱，最後咧，我哋睇一睇二次公式 quadratic formula 嘅一啲好處同埋壞處啦。嗱，quadratic formula 咧就好似萬能藥咁嘅，任何嘅 quadratic equation 咧，你都可以用 quadratic formula 咧計到佢嘅準確值出嚟，所以佢係萬能嘅。咁佢嘅唔好處咧就係咧好容易有運算錯誤啦。你見佢嗰嚿有咁大嚿啦，背都隨時背錯啦，係咪？以前咧有個生物老師成日同我講咧，萬能藥咧就算發明咗啊，你都唔係隨便用啦。你感冒就食感冒藥就算咯，流鼻血塞張紙巾入去個鼻度咪算啦。幾時先用咧？有需要時攞嚟用嘅。幾時有需要咧？就係咧，如果你用計數機都出到一個核突答案。嗰個題目咧，偏偏咧就叫你俾準確值，或者叫你用根式表示咧，咁你先至咧會用 quadratic formula 去顯示個答案。嗱，再講多次啊，幾時先至用 quadratic formula 咧？就係咧個答案咧好核突，但係咧偏偏咧佢咧又叫你俾準確值，又或者咧叫你咧用根式表示。咁喺呢個情況咧，你先至會有機會用 quadratic formula 去顯示個答案嘅啫。